好多人都覺得奇怪，香港地方唔大，人口又唔算特別多，但點解經濟影響力可以咁強？其實呢個情況唔係一朝一夕形成，而係多個因素一齊累積出嚟。第一個原因係地理位置，香港位於亞洲重要貿易航道附近，早期已經發展成為國際港口，負責轉口、物流同貿易。呢種角色令香港好早就同世界市場接軌，建立起國際商業網絡。第二個原因係金融同專業服務發達，香港逐步建立咗完整嘅金融體系，包括銀行、保險、投資、法律同會計服務。好多跨國企業選擇喺香港設立區域總部，因為可以同時接觸亞洲同國際市場，放大經濟活動規模。第三個原因係制度同營商環境，香港長期採用相對透明同穩定嘅商業制度，中英文並行，方便國際溝通，亦有助吸引外來投資同人才。制度穩定令企業更願意喺香港進行高價值交易，而唔只係低成本生產。地方細反而令到資源集中，交易效率高，資金、人脈、資訊嘅短距離內流動，令香港可以用細地方產生大經濟效益。當然，呢種高效率亦帶嚟競爭同壓力，但同時造就咗香港獨有嘅經濟模式。你覺得香港經濟最大優勢係金融、貿易，定係國際連接能力？留言分享你嘅諗法。